我想問，黑色嗰個冇 number 嗰個係孖零定係零啊？零048921。橙色係0、13、16。手落去先啦。11、13、16、56。0、11、13、16、56。喂，黑色波啊！佢撈得慢啲喎，佢呢個嗰個 system 唔太。好緊張啊！好緊張。唔使緊張嚟嘅。係呢個好危險嘅分牌啊！點解？好似有陣時會好難撳。電聽唔到。唔使啊，要紅色嘅。哦，係喎，佢呢個可以換顏色喎。跟住讀翻出去。8秒進攻，5秒。橙色13D 吧。橙色56 3分炒56 O 版，13 2分炒13 O 13 2分炒，黑色8號 D 版。8秒進攻。跟住橙色5、6 D。0號3分炒黑色8號 D 版。0號2分。開 style，恭喜晒！8秒進攻，5、6、3分炒13 O 版，13 turnover，黑色第一，橙色13。黑色8號2分有。橙色5、6 標，黑色0。11 3分炒，橙色16 O 版，跟住黑色4標，橙色10，黑色9號3分炒。個框喺嗰度喎。橙色0號2分炒16 O 版，16 2分。8秒進攻，5秒。橙色13標。0號3分炒16 O 版，5秒進攻，3秒。呢個5、6 2分炒13。哇！真係多謝晒佢喎。
13兩分之後冇。13兩分炒之後5、6咯。第二下先掂。係啦，11、3分。多謝晒。4號2分。打排球。21嘅16，跟住橙色56 skill， 黑色21，黑色21 skill， 橙色56。21有個聽。橙色5、6 2分，炒黑色21點。後手。橙色5、6 skill， 黑色0號，黑色0號。阿咩你做咩啊？阿咩你點啊？手啦自己，冇人管你㗎。橙色16。阿峰啊！ 21 2分入8座。橙色11 2分入。半人。好瞓啊！你哋有冇諗過咧？坐電動輪椅嘅人，佢哋其實係揸緊 Tesla。11 3分0。哇！我喺出面地鐵站咧，見到有個阿叔佢揸個輪椅揸得好快。太激動啦，係咪？我覺得佢嗰個輪椅佢再揸快多少少，佢就會蹦蹦跳啦。咁唔知佢哋超速會唔會？佢哋超速會唔會罰錢嘅？試下去嗰啲過路器嗰度試下中。9號3分8。肯定會超速啊！佢哋快到咧。3分差8點。好波！11 steal 8啊，橙色。
個黑色白燒彩色嚟，21兩分入，繼續。呢個係馬寧8號2178。嗰邊。阿峰啊，嗰邊。阿峰幫我打陣啦。21、11、78。因為太快咧，佢哋都想打少你知唔知有咩刀係唔可以拔出嚟嘅？哇11兩分。11。16兩分，之後3座。3座。橙色11有個5秒進攻。17兩分炒。我一4就回防啦，記得。0號犯規橙色。攞晒。高邊㗎？橙色17。耶！ 17兩。哇！好緊張，跳緊踢0有。橙色天分兩次，0號兩分。哇！跟入馬寧咗。3號3分炒。嚟，攞分上嚟。16歐辦16兩分炒。攞晒。3號歐辦。No fail， 佢都係有得揀。11 3分炒，黑色21。回防啊！5秒進攻。來個波。3秒。攞晒。係11 3分。激勁！哎呀，咩都唔可以拔啊！咩都唔可以拔出嚟。放。跟住17個。係餓到，因為後邊唔可以加分。11分。做咩唔笑嘅？餓到後邊唔可以用筆。Good shot 佢。回防先，有回防。21兩分入8助攻。
哇，回波回波。對晒對晒。11、3分。你嘅啦。不錯，會贏。11、3分炒黑色21。好靚咯！我股東係細個時。有料。馬玲多啲幫佢。橙色11、2分。橙色開始11、3分。唔該指住我啊！我幫你講11號。咩位？3分入21助攻。有個 friend 同我講，點解巴黎青蛙跳？點解青蛙跳得高過巴黎鐵塔？點解？因為巴黎鐵塔唔識跳。但我覺得呢個有啲冇頭冇腦咯。係啊，因為冇可能跳咁高咯。唔係因為你兩個都一齊跳嘅時候，咁即係兩個都識跳。我唔明呢個 game，我 friend 講56兩分炒16澳16兩分炒黑色78。黑色0號2分入4咗。跟住你喺後面撳咗。我係0號孖011 78 4。佢係一個助攻嘅都 OK 馬玲奧巴。8秒進攻。0號3分炒橙色13點大。橙色16兩分炒16分半。4號飯規1分鐘。橙色11兩分炒，跟住16歐版，4號犯規。
會唔會射罰球？冇罰球啊？上得尾啊！上得尾。30秒。5-6-3分炒，呢個黑色11D嘛。10秒。5秒。3-3分炒，黑色4號 D。橙色5-6 steal，黑色4號。完26-42。第三節。黑色3分炒。黑色11兩分。黑色9 steal，橙色3，橙色3 steal，黑色9。8秒進攻。11兩分炒，5-6 D8，5-6 O8，跟住黑色11大分。我哋加錯兩。3丟。黑色4號2分入11。5-6 O。4號2分炒，跟住橙色3號11，黑色11犯規。入得。黑色天賦2次11兩犯。係。身形啦，唔俾你輸蝕啦。3號2分炒。你係咪特登咁樣隊喺度㗎？21兩分炒11 O 版。11-17 steal。11-3分炒換房 OK。仲望腳趾，好靚啊！9號3分入11個。
3分入9座。一起手就有好波！邊個係佢爹哋？唔知喎，佢爹哋橙色嘅喎，叫錯邊。5秒進攻，21兩分炒，橙色3號。犯規0號犯規，入埋。手翻上去啊，陳輝。黑色天賦3次，0號2分。多啲啊！ 7兩分後9。黑色4號2分炒，橙色11點。喂，不收。黑色3號3分炒，唔係橙色3號3分炒，黑色11點。橙色孖3犯規。換人。孖0入21陣。大組。頭喐嗰啲啫嘛，你最長啦。我最大啲，最大啲8號11犯。3號幾多份啊？兩犯。咩？500蚊。太少啦，500蚊唔夠3個分，要600。要咁樣要公平啲。600。最後咪唔介意收9分。有波啊！定係你 miss 到1人500？一人500。OK，1500。炒晒，跟住16號點吧。good shot。3分炒，黑色8號點吧。黑色9號2分入8個分。點解呢度好似飛入飛入跳到直至？黑色天賦4次天賦滿，4號3發。喂，射啊！炒啊16分炒13歐版，11 3分炒，黑色11點。哇，好緊張，好快。係啊，9號2分炒啊，橙色0號2版。你知唔知頭先咁樣叫咩？黑色11丟橙色0號，黑色11 2分入。仲諗住話佢頭先喐錯執不打，點知點問題咧？即刻上。即刻上得嚟，果然係厲害啲。孖生3分炒，黑色4號2分。睇人啦，揾人啦。黑色橙色11 still， 黑色8。幾正，我見到話好出其不意嘅手。呢個4 still 11。跟住黑色炒2分炒8號歐版。邊個啊8號3分炒，橙色11點。橙色13 2分炒，黑色8號2分。阿超。
出球。咪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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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邊位？8-0兩分抄，橙色11點。呢個 tricky 嘅分法真係24分。30秒。哇！太遠。攞分。9號有個 steal 波先，跟住9號有個2分入，跟住橙色0號有個犯規，橙色0號3犯啊！ OK，冇3犯。要唔要考慮下1500蚊？兩個1500入啊！哇！大癲30比60。哇，30，呢個 S 有時要冇太好啊！要開咗個先開咗佢。我輸3分。哎呀，我唔記得同佢講西多士添。咪得問佢東南西北邊個打麻雀最時候最中意去廁所？靚波。13兩分。好啦。11兩分查3見下方。喂，留一隻睇最後面啊！跟住橙色3號嗰邊，2分差。Cantana，叮叮叮叮叮。78犯規啊！黑色。好笑，我好似嗰陣時食咗屎咁。邊個？佢頭先打佢皺晒眉頭咁樣。8號1178。靚波，喂，回波16有個。翻書啊！哦，冇4有0，冇4有0。啊 shot call。攞晒。係8-0嘅8號有個3分炒。你可以直接撳下嗰啲人撳。8-0有2分炒，跟住8號。我邊個？黑色11 3分炒，橙色13。Yes。哇，好緊張！喂，兩邊夾攻好緊張，得唔得咧？哇！橙色2分炒。啊，邊個犯規啊？橙色0，橙色0個犯規。4分。橙色0號4犯。8秒進攻，0號3分炒，橙色3分。橙色16 2分入13個。都唔知數據，因為叫佢現場補 WiFi 可能會0號3分炒，跟住你幾多大呢咗啊？我拎埋咗你好多先。喂，回波！黑色11 2分。要買大啲。喂，甩晒3號2分炒，跟住78點。11槍。11場。咁樣出嘅。嚇！佢頭先咁樣騰騰
到啊！抽嘅口甜嘅，好似好壞。花仙光年殺咗條龍叫咩？5秒進攻。零號3蚊茶，黑色78啲。光年殺咗條龍。係啊，你竟然冇聽過？黑色0號2分，唔係黑色8號2分。3貓啊！OK。好啊。可以太貓。11番推。太貓。係爭翻佢。阿濤，你真係可能你個手機個 internet 唔得，撈唔到數。中間有40幾秒冇咗，同埋佢成日撈唔到。3分。喂，揀嚟揀。我呢度都收得好差分啦。咩連場館 WiFi 咯？場館 WiFi 可能好啲，係。畢竟佢 router 就喺度。哇！自己有喺度棘到馬力掉橙色16。你暫停佢。好啊。換人要講啊，換咗要講啊，有冇啊？好慘啊佢。先，喂，等陣先。轉唔轉到啊？我 refresh 你。可能情況翻咁大喎。死！我唔到嘅咩喎？OK 啦，唔使緊張。頭先16 steal，唔知邊個 turn。佢跳得好高啊！啱啱踩出翻3分茶。星星馬咯，但係佢個隊友叫做喂，3分有。馬零2分炒橙色11D 吧。橙色16 steal 換翻成0，係馬零。嗰頭哥邊個嚟？黑色21 steal 橙色11。喂啊！橙色11 steal 黑色11。我有咩黑色21 steal 橙色11。好驚！黑色21 turn 一步嗰隻打我。係啊，唔可以打我塊面啊！太陽溫色。我以為我塊面買保險先。佢甩咗好多血。孖33。Good job, man, good day。好，換咗佢睇邊個啊？係自己。Sorry。橙色15。黑色天分4次天分滿0號3分。Sorry。咁你比我仲衰，你
這個啊唔緊要， 13兩分炒，跟住零21。我哋睇，我哋睇。佢太大隻咗，睇到佢。11 steal 0號，跟住5、6兩分炒，識0號啲冇事，尊重 respect，值得鼓勵。啱先11 3分炒21 O 21兩分炒，Marling O 8，Marling兩分炒，Marling再 O，Marling兩分入啊！好犀利啊！哇！媽咪我斷你啦！幾壞啊！1分鐘。好壞啊你都。8秒進攻，5秒。哦，11 steal 11。係黑色11 steal，橙色11。哦，又嚟咗3分，喂！黑色11 3分炒，21 O 8 21兩分。33秒。哎呀，咁低啊！30秒。兩球。黑色0號4分。入啊！恭喜晒！唉，入晒，恭喜晒！唔好射啦，大佬，得翻20秒。叫阿母都得嘅。